今日同大家一齊參觀下13行博物館，感受一下當時13行嘅輝煌。據說當時嘅13行失火嘅時候呢，足足燒咗7日7夜，最後嗰啲融入水溝嘅洋銀，居然凝結成一條2公里嘅銀塊，難怪13行又被稱為天子藍庫。明清時期海外貿易嘅控制嘅話呢，就非常之嚴格嘅，咁尤其係去到清朝嘅時候，實施咗海禁嘅政策。啱啱好嗰陣時係全球資本主義快速發展嘅時期，咁以廣州為代表嘅沿海地區嘅海外貿易嘅話呢，亦得到咗快速嘅發展。乾隆22年，廣州成為中國唯一海上對外貿易嘅口岸，史稱一口通商。廣州13行因此壟斷咗海上對外貿易嘅特權。直到咸豐6年，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，廣州從一口通商變成5口通商，廣州13行開始走向沒落。13行嘅原址嘅話咧，喺文化公園北嘅13行路，而家咧已經不復存在啦。咁想了解佢嘅話咧，就只可以通過博物館啦。13行博物館一共分為2層，第一層嘅話咧有更詳細嘅13行發展史嘅介紹，第二層嘅話咧係愛國人士黃行馮傑伉儷捐贈13行時期嘅文物專室，最吸引眼球嘅港彩開光花像人物文兵壺同埋港彩洋人遠航圖大碗，亦都係收集其中嘅。如果你對商業文化歷史感興趣嘅，13行博物館值得你一去。係啦，我係阿明，我哋下個景點再見。